来看台中的大理区，今仔透早有一个42岁姓陈的查甫人哦，伫街头乌白讲车，佮举刀啊堵伤民众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嘛去嫌犯的厝里抓人。车主甲受伤的人士拢讲，因甲这个嫌犯无熟悉哦，这个嫌犯嘛已经互警方移送法办。 监视器翕到42岁姓陈的查甫人伫路边行来行去，雄雄夜边仔点头的驾驶桶讲车，佮随行去附近超商出手攻击69岁姓苏的查甫人。警方接到通报，赶去现场。怎么了，先生？真少的啊，我买100分行位啊，过年无甲拍。门口啊，我就看到了中年男子，全身都是血，站在阶梯前面。18半暝晚3点的时，台中市大理区益民路发生随机攻击事件。目击者讲，姓陈的查甫人若抢食酒了后去攻人的车，佮举一支1公分长的刀仔攻击姓苏的民众，造成伊倒边的耳仔、脚趾片拢着伤，刀仔佮插伫伊的身躯顶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半点钟内随去姓陈查甫人因兜家抓起来，苏当时伊的精神状况真歹。 蹲着，蹲下。我那我不要压我会痛啊。蹲下。警方初步了解，嫌犯无伤害人或者是毒品的前科，不过身躯有酒味。伊辩讲，迄当时假是有人要甲攻击，才会去撞车伤害人。记者互讲甲猫气，车主强调无熟悉姓陈的嫌犯。我们根本就也不认识啊。通知说，我们车被砸了。在大理区住家将陈姓嫌疑人查缉到案，全案尚在调查厘清中。 警讯后，将依法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。专案照毁损甲伤害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检察官指示先甲嫌犯送去南投草屯疗养院强制就医。受伤的姓苏查甫人送病院，甲刀仔摕起来了后，脚趾片有真大的空喙，也伤到肺部。手术了后送监护病房观察，保性命危险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